侬是哪里人？俺是浙江金华人。侬今年几岁了？俺77岁了。侬有哪些名字？俺有梁志明。侬屋里住哪里？俺住在东市街。哪个？讲啥？不是，俺侬是律师。侬姓王，俺也姓王，虽然两个都姓王。搿浪都到杭州去了。搿节里向有2个台，侬去试试去，侬去问问去，帮毛打打筋，帮里向写得勾勾心心。这个是阿弄个，没搿是侬个。搿节结束了，今年年嘛，今年未谢年，好好饮酒不要倒。搿位来个，搿个吃得饱，没搿吃法饱。搿个吃得，没搿吃法得。侬该吃唻，搿说到唻。侬去打狗，也去买菜。侬打狗去，也买菜去。也打得过搿，也打不过搿。搿吃得落法，搿吃法落法。侬有搿一心，侬有一心搿。上海也去过，也吃了一碗饭。搿勿进来，搿来了啥日了？搿来么里吃饭，门开得么里？路上停了一部汽车，侬手机不要盖起来。说到来吃，比盖起来吃好吃些。天公冷起来了，天公快凉了，天亮了，好少人爬起来。有些地方帮太阳有做热头，搿帮蛙烤怕了，蛙让搿烤怕了。分俺一支笔，俺比搿大3岁。俺侬年纪没搿上大。啥人侬看过没？啥人侬看过啦？问叫侬看不看？问叫侬看法？侬吃不吃药？侬吃药法？搿还没讲笑啊！侬想看，也等级再看，再吃一碗。我有10里路，我今晚到。篱笆路摊就到了。搿节太大，调一节。侬想看，也过节再来。搿节自个哪行做？自家行做，不是没行做。没搿小人啥西噻。搿台面有几很穷，不来进穷。侬到哪里去？也到街路上去。搿快点酒，侬慢慢饮酒。俺们叫跟搿一起到上海去。搿节就跟侬很记性。侬是哪一年来的？汤盘门桥落雨，也就不来了。